Kelvin 啊，咁我知道咧，即係你喺度，我哋呢度讀咗2年嘅高級文憑課程啊，嚟緊都會畢業啦。咁都好多謝你咧，今日即係同我哋分享下呢2年咧，即係學習上面嘅經歷啊。咁其實你喺我哋呢個課程入邊讀咗啲咩嘢課程內容咧？咁喺呢個課程咧，我學過一啲空氣啦、水質啦、噪音同埋廢物管理嘅監測啦。咁有一科令我最難忘嘅就係生態學。咁我曾經去過海下灣睇過啲珊瑚啊，亦都出過海去攞啲水板啦，亦都曾經揸過啲無人船同無人機嘅。知道咧，中學咧可能係中文去讀啦，上到嚟大專係用咗英文去學習喎，呢方面有冇困難咧？上堂咧係唔使擔心嘅，咁上堂啲錄試啊，雖然都係全英文啊，咁但係如果有唔明白嘅地方咧，都可以即場問老師啊。咁學校咧亦都提供啲英文堂俾啲學生去提升英文嘅能力嘅。咁其實除咗讀書以外咧，會唔會有啲即係實戰嘅經驗嘅咧？即係會唔會可能喺公司嗰度啊，出去有啲工作嘅機會？實戰嘅經驗咧就係學校都會安排啲實習嘅機會俾我哋啦。咁有啲同學同我分享咧，就係佢哋曾經喺呢個環境顧問公司做緊啲實習嘅機會啦。負責拎一啲樣本。亦都有啲同學咧同我分享，就係佢喺綠在區做緊啲回收嘅工作嘅。呢2年讀書咧，有冇啲好難忘嘅經歷可以同我哋分享下？最難忘嘅經歷咧，就係曾經去深圳職業技術大學做一啲交流嘅活動啦。同佢哋當地嘅大學生進行做一啲叻嘅工作啊。亦都互相大家分享學過啲咩知識啊。令到獲益良多嘅。呢2年入邊咧，我問你嘅就多啦。畢業之前俾個機會你有冇嘢想問我先？問題想問你好耐㗎啦，就係代表我嘅師弟同師妹問嘅。如果我冇讀過理科，咁我讀呢個課程咧，會唔會好大嘅困難啊，或者挑戰咧？以往除咗我哋收理科同學咧，我哋都收文科同埋商科同學啦。咁其實第一個學期咧，我哋都有啲基礎嘅理科知識咧，俾翻同學嘅，確保咧即係可以做翻個保底啦。咁其實我哋不定時亦都會提供一啲補習嘅課程俾同學，確保佢哋追得上進度咧，跟住再升讀2年班咧就唔會有問題㗎啦。如果讀完呢個課程之後咧，咁我想升讀大學，有啲咩選擇咧？以往我哋嘅平均嚟講咧，70%嘅同學都會直接升讀大學嘅。咁大學有本地同海外嘅大學學位選擇啦。本地嘅大學咧，以往畢業生曾經入讀中文大學嘅自然科學呢個學位啦，亦都有入讀咧理工大學嘅環境、職業安全與健康呢個學位。近年亦都有入讀咧教育大學一個綜合環境管理呢個課程。海外方面咧，同學其實可以選擇去英國咧升讀大學，讀1年就會攞到英國大學嘅學位嘅。咁亦都有英國大學喺香港開一個函授嘅 top up degree， 亦都喺香港讀1年咧，同樣會攞到英國大學嘅學位。環保課程咧，其實大學嘅選擇係相當多嘅，咁所以喺我哋呢個行業啊或者個課程嚟講咧，呢個係其中一個特色啊，升學率係比較高。如果假設我唔想升學嘅話，我想出嚟做嘢，又有啲咩選擇咧？其實喺第2年咧，你哋都會有實習，同樣都係嗰啲公司咧，佢提供到咩職位俾畢業生咧？最傳統嘅就係喺啲私人嘅環境顧問公司入邊做翻啲空氣啦、水質或者噪音嘅監察啦。亦都會有可能咧做翻一啲生態調查咧，符合翻環境影響評估呢一個法定嘅程序一啲監察嘅要求。當然亦都有同學咧會進入政府部門啊，譬如話環境保護署啦，有一啲咧我哋叫做環境保護督察啦、環境保護主任嘅。另一方面咧，亦都會有啲同學咧，隨住而家有一啲氣候轉變啦，或者係我哋減碳嘅工作所需要咧，好多商業機構都需要請一啲可持續發展嘅專業人員啦，或者環境管理嘅專業人員，做翻一啲咧可能綠色建築啊、節能、室內空氣監測嘅工作。可能工作嘅地點係一啲商場啦，或者係一啲屋苑管理公司啊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有好多種類嘅工作咧，隨住而家即係好多可持續發展、環境管理咧係開展咧，都會有好多工作機會嘅。今日咧好多謝 Kelvin 你咧，即係好寶貴嘅分享啦。我知道嚟緊咧，你都會有人生嘅另一個章啦。我哋咧都希望咧你前程似錦順順利利，係嘛？多謝你。